来乡亲啊，继续是咱的独家报道。讲内政部接到通报，花莲东华大学有6个学生昨就山到武岭，拄好拄到地动，讲山路断路，因的车的挡风玻璃嘛脆。咱独家来访问到失联学生的家属讲，学生伫咧民宿来休卡了后，有先打电话登来报平安，但是无民宿的地点甲电话，家属是真着急。 央请到内政部到协助，搜救大队即摆是尽全力咧找失落的学生。规个伙仔出去耍，同齐挑战拿球机看会出感情真拍。不过是毋到后生和朋友出去耍，拄着地通，连路袂着囡仔，互家属是真烦恼。 他遇到的状况是，他的车子挡风玻璃被落石砸到，因为路面已经裂开了，所以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问题，所以他们就用步行的走到民宿，还好有找到公共电话跟我们联系。接到后生报平安的电话，才总算放心。失踪这个姓陈学生，今晚读东华大学电机系练天呀，整行朋友拢总带人为花莲出发，为中华公路前往到本乡。不过，伫咧下晝7点58分发生地震过姓陈学生8点外卡。 公共电话当然出来报平安，不过上尾一通电话听到伫咧下晡5点49分，落尾夜电话就无法度追踪，家属是真着急，随通报内政部请求支援。拿到公共电话就赶快跟我们讲，然后他也没有交代说他是哪一间民宿，他也不知道，对他那边网络也没有通这样子。 地震过山路顶4个拢是大粒石头，而且恐惊有石头连落来危险。不过为了抢救民众，特殊大队3号暗时夜拢要去台北线顺利救出11个人。前一阵在第一现场，搜救大队真专业。即摆知影有受困的民众，互救出来好消息，互家属心肝内是真欢喜，嘛希望量早等到处理人倒来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